你係咪都想跟上 AI 嘅浪潮啦？但係市面上嘅 AI 線上培訓五花八門，有冇真正適用嘅呢？今日我就把 AI 補習班上得又快又好嘅經驗分享俾大家。我分享嘅呢堂 AI 回歸工坊就係以實用為主軸，聚焦職場需求喺度。我哋唔再只係單純咁了解 AI 工具，而係要深入學習如何運用佢哋嚟完成一項實戰項目，比如運用 GPT 4.0原創文案改良同埋案例研究，使用 Perplexity AI 將靜態圖片生成動畫，透過 Midjourney 同埋 Sora 製作粵語配音同埋加速生成視頻等等。每一節課都係由淺入深咁教大家具體嘅操作方法，讓你能夠快速掌握 AI 工具嘅使用技巧，並將佢哋融入到自己嘅工作同埋生活當中去。喺本堂課程中，你會獲得一套完整嘅 AI 技能提升方案，以及一份可直接套用到實際工作嘅 AI 模板合集。最重要嘅係，你仲可以得到一份精美嘅作品集，向你嘅客戶或者老闆展示你嘅能力。我本人亦都係課程嘅助教之一。喺本堂課中，我負責剪輯同作品嘅製作部分，我會帶領大家一齊使用剪映 AI 完成視頻嘅剪輯、字幕嘅添加，最終做出一部完整嘅 AI 剪輯作品。如果你係零基礎，又想快速上手 AI 工具嘅朋友，咁就同我一齊加入 AI 回歸工坊啦！